臣前拜宋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并增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世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佛经，子孙得安宁。诵念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理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故今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绵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难天然古佛10叩首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悟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。88圣贤境，弘圣先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。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曹开妙玄，应身下凡施天然。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玉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。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。灵山如来尽关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。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。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愚智离苦轮。26十手一，武器朝元一骑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。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平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多苦知，学至中庸病。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以
一切灾殃化作成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典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政事民天下公，古今谁无错？过误但改助善科，科成过后普海淘，士农及风谷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托古文，心诚前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灭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世安宁，不入前缘分力争，诵此活佛经，不会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，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得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，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石叩首，一叩再叩，叩4叩，叩6叩，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苦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宫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和逢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
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而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罩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头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定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时叩，一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叫长明。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致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
圣旨圣旨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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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贤贤，同学，今天学习导读到这边，各位贤贤晚安。谢谢佩仪前贤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领任还有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，讲师晚安，感恩，组长晚安，组长晚安，再见了。王前贤晚安，李前贤晚安，王前贤晚安，杨前贤晚安。回来晚，前贤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